代表维吾尔人权项目和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律师17日就在东突厥省发生的种族灭绝和针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向阿根廷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普遍管辖权投诉，其中列出了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人所犯下的罪行。依照阿根廷宪法规定的普遍管辖权条款，代表律师指控中国政府以压迫性的政策对东突厥省的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犯下反人类罪。据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昨天与中共中央卫士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琼举行会谈。秋叶刚男对中国向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发射5枚弹道导弹一事表达了关切和抗议，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要求中国海警船在东海有争议的尖阁诸岛周围停止侵犯日本领海。美国与台湾预计今年秋季开始进行一项新的贸易谈判，这项贸易谈判引发了北京方面的不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玉婷就此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对外经济合作的前提。这项名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包含议程广泛，美台谈判双方对未来的谈判有积极评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乌俄战争爆发后首次访问乌克兰时表示，土耳其准备为该国的重建提供必要的支持。埃尔多安在利沃夫的波托茨基宫首次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和埃尔多安后来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会后举行了三方联合新闻发布会。埃尔多安总统说，我们对围绕扎波洛热核电的持续冲突表示担忧，我们不想经历新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当局在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名义下实施严格的封城和隔离措施，已引起了公众的反响。在许多地区，当局继续封城，不想接受检测的人的房子被警察搜查。社交媒体网站微博的用户分享视频显示，地方当局在上海封查了一些住宅，公寓的居民被警察强行送往医院。哈萨克斯坦决定从新学年开始取消小学1年级生同时学习3种语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教育部长阿沙特艾马甘别托夫说，我们的学生在新学期不会在小学学习俄语或英语，他们只会学习哈萨克语。当地时间7月18日晚，青海省西宁市大同县瞬间强降雨引发山洪，造成泥石流，致使河流改道，已造成16人死亡，36人失联。